今日嚟講就係令到運氣好嘅食物。第一樣係蛋黃，蛋黃令到皮膚好，但係蛋白咧會消耗人體裏邊嘅維他命，所以蛋白要少食。第二咧加魅力嘅咧就可以食菜，菜係可以令到皮膚非常之好，有光澤。如果想旺膚嘅話，就可以食螃蟹。女性可以增加魅力，男性可以增加運氣。對男性魅力增加嘅食物就係蝦，蝦都可以令到運氣好，帶來好嘅運氣。另外係乳鴿可以增加口才，食多啲魚頭會比較聰明。雞胸、蛇羹、牛肉有利婚姻，辣嘅食物可以招來愛情。龍蝦、雞胸、牛肉可以帶來好嘅人緣同埋愛情運。胡蘿蔔同茄子就可以八方來財。菜心、木瓜、龍眼有利於人員嘅合作。海帶同豬肉大利於感情生活。乳酪同雪糕可以助事業。魚子同埋魚生可以累積財富。果仁同埋蔬菜可以增加女性嘅生育能力。奇異果可以增加工作嘅魄力。豬腳同埋鴨腳可以幫夫嘅運氣。雞胸同雞肝可以讀書聰明。以上係網上面揾嚟嘅資料，可以去信又可以唔信，但係可以聽聽都無妨啊。